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Jack 啊。咁今日呢條影片啦，就想同大家分享幾個不同嘅健身動作啊。咁啊，透過手上面呢條健身帶啦，咁去訓練我哋嘅上半身肌肉啊，包括有胸肌啦、背肌啦同埋腹肌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哋都有健身帶嘅話啦，都可以攞型出嚟啦，因為接住落嚟啊，我哋可以一齊去做啦。咁第一個想分享嘅動作啊，就係訓練我哋嘅背闊肌啊。咁啊，做嘅時候啦，首先啊，我哋打開雙腳啦，咁啊，與肩同寬啦，咁啊，然之後啦，雙手啦就緊握健身帶接近中間嘅部分啦。然之後提起雙手伸直嘅，跟住呢一個咧就係起始位置啦。之後啦，我哋就試下啦，打開雙手向下拉，拉到過咗下巴啦，然之後上翻去啦。咁我哋咧就用背闊肌嘅肌肉啦，感受一下啦。咁然之後啦，我哋用力向下嘅時候啦，就係呼氣；上翻去嘅時候就吸氣啦，呼氣、吸氣，咁樣去做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做8下呢一個動作啊，咁大家都可以跟住去做啦。好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。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，咁個動作咧就係咁樣啦。咁第二個想分享嘅動作啊，就係訓練我哋嘅胸肌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啊，我就會做一個站姿推胸嘅動作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首先我哋將隻腳打開啦，咁啊與肩同寬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咁我哋將個健身帶繞過我哋嘅背部，然之後啦，雙手就緊握健身帶嘅兩邊啦。然之後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起始位置啦。之後啦，做嘅時候我由雙手向前用力伸直，然之後翻嚟啦。向前嘅時候用力呼氣，翻嚟嘅時候吸氣啦，呼氣、吸氣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做呢個動作8次啦。咁大家都可以跟住一齊做啦。好，預備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咁動作就係咁樣啦。咁第三個想分享嘅動作啊，就係訓練我哋斜方肌啦。咁啊，斜方肌啊，位於我哋膊頭上面嘅地方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啊，我就會做一個聳肩動作啦。咁啊，做嘅時候啦，首先我哋將個健身帶啦，中間嘅部分啦，就擺喺地下啦。然之後打開雙腳踩住，之後啦，我哋雙手伸直緊握健身帶嘅末端啦。咁啊，而家呢個位置啊，就係我哋起始位置啦。跟住啦，我哋就用我哋嘅斜方肌啦，提起健身帶去到頂端啦，慢慢落翻嚟啦。向上用力嘅時候咧，就係呼氣啦。慢慢落翻嚟嘅時候，吸氣啦，呼氣、吸氣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做呢個動作啊，8下俾大家睇啦。咁大家都可以跟住去做啦。好，預備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。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咁個動作就係咁樣啦。咁下一個上翻嘅動作啊，就訓練我哋嘅豎脊肌啊。咁啊，豎脊肌位於我哋背部中間嘅肌肉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我哋又會做一個背部伸展嘅動作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首先我哋做嘅時候啦，就將呢一個健身帶中間嘅部分啦，就擺喺地下啦。然之後打開雙腳踩住。咁啊，之後啦，上半身就向前傾。咁啊，雙手咧就緊握健身帶啦。咁啊，呢一個位置咧就我哋嘅起始位置啦。接住落去啦，咁我哋咧就嘗試啦。伸直上半身去翻中間，然之後慢慢落翻去啦。向上嘅時候啦，就用力呼氣；落去嘅時候就係吸氣啦。呼氣、吸氣、呼氣、吸氣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做呢個動作8下嘅示範啦。咁大家都可以跟住一齊去做啦。
首先上半身傾前先啦。好，咁啊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。咁個動作就係咁樣啦。咁下一個上翻去動作啊，就係訓練我哋嘅側腹肌啦。咁啊做嘅時候啦，首先我哋將健身帶中間嘅地方啦，咁啊擺喺地下啦，然之後雙腳打開踩住啦。咁假設啦，我係想訓練我哋嘅左邊嘅側腹嘅時候啦，咁我哋就用右手緊握健身帶，然之後啦上半身就傾向右手邊啦。咁啊呢一個咧就係起始位置啦。然之後啦，我哋就用力將個身體提升翻去中間嘅地方，然之後慢慢落翻去啦。向上提升嘅時候咧就用力啦，呼氣慢慢落翻去嘅時候就吸氣啦，呼氣吸氣呼氣吸氣。咁啊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做呢個動作啊8下俾大家睇啦。咁啊大家都可以跟住一齊去做啦。好，咁啊預備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。好，咁啊做完啦，其中我哋呢個左邊嘅側腹嘅時候啦，咁我哋咧今次啊做埋右邊嘅側腹啦。咁今次啦就會用左手去緊握健身帶啦，然之後上半身挨向我哋左手邊啦。咁呢一個就係起始位置啦。然之後啦，將上半身去翻中間，然之後慢慢落翻去啦。提升上嚟嘅時候就用力呼氣啦，落翻去嘅時候就吸氣啦。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。就咁樣去做啦。咁啊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做呢個動作8下俾大家睇啦。咁大家都可以跟住一齊做啦。好，預備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。咁動作咧就係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啱啱咧我就運用咗呢條健身帶啦，去示範咗幾個不同嘅動作啊，可以訓練到我哋上半身嘅肌肉啦。咁啊，如果睇緊呢條影片嘅你啦，係一個初學者嘅話啦，每個動作啊可以做2至到3組啦，而每一組啦大約可以做到8至到12下啦。咁啊，今日條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嘅話，都可以喺下面度留言啦。咁我哋下次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